中国微将菌的疫情长在牙，咱针对中国、香港甲澳门入境，有即个镜头的旅客，拢总是采检38个人，其中有13个人是流感，所以是无验到微将菌的。即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要求中国要来提供数据，也毋过外交部长王毅说讲，这呼吸道的疾病已经受到控制。若最近有真侪人是赶要去买即个律师即个牌子的抗生素，药师是表示讲律师是处方爱拆药单才会使去买。桃园机场的票据提醒为中国、香港、澳门入境有症状的人，都要先去检疫站。为了加强监测中国呼吸道疾病疫情，疾管署11月2日在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高雄4个国际机场实施定点监测，鼓励采检。如果你有不舒服，免费帮你检测，你会愿意做检测吗？不愿意就对了。不用了，我来之前就有检查过。到11月29为止，疾管署拢总共38个人采检，验到流感病毒是13个人占上济，新冠病毒3个人，腺病毒3个人，鼻病毒2个人，6个是阴性，也有11个人还佫伫检验当中。目前并无验到外界关注的肺炎梅将菌，不过中国梅将菌的疫情加悬，嘛传出有中国配偶、台商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去药房买食囡仔喂着梅将菌的抗生素日舒。其实一天大概还是会遇到1、2个、2、3个这样的民众吼。目前社区药局确实在取得日舒这个成分上，还是相对比较有难度哦。梅将菌治疗的，不管是儿童药水或者是成人用的这些胶囊药锭等等，都是库存充足，没有短缺的问题。药师公会专联会表示，日舒抗生素都要医生开药单才会当领，一般社区的药房无咧卖。也若伫中国，因为囡仔去为着呼吸道疾病情形是真严重，去小儿科看病人数袂少，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。We are following up with the situation in China, and again, they have seen overall an increase in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due to a number of different pathogens, including influenza, which is on the rise.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相关的数据，也开始甲中国的官员举行视讯会议，希望会当查清楚实际疫情的情形。不过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强调讲，呼吸道疾病已经有受到控制，又佮讲这种情形是真普遍，其他国家嘛有发生。中国甲伫国际来来去去的人员未受到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